唔知大家最近行街有冇留意到一個好誇張嘅現象？就係以前行過啲旺區，好似銅鑼灣、尖沙咀、中環、旺角呢啲心臟地帶，總有一兩間裝修得非常有格調，門口掛住塊木牌，賣鬼價日本嘢嘅村倉。尤其喺嗰啲食回師發辦嘅地方，以前真係排長龍排到出街，你想打個電話去定位，分本尊要等成個幾兩個月先至有得食。但係而家呢，大家如果再行過同一條街，留意下拉街嘅拉街，門口貼住定咗告示嘅貼定咗告示。有數據甚至乎話喺短短1年之間，大中華地區加埋有成1萬間呢類貴價日版村倉王宣布執客。呢個數字真係吞到人骨都寒埋。以前呢個板塊真係紅到爆，啲人話嗰個開都賺錢，真係好似開部印銀紙機喺鋪頭入面咁擴張。點知短短1年時間，成個行業就陷入咗一個深不見底嘅執笠潮。啲貴價日本嘢食真係還原啦，而家真係拍糊味，冇人幫襯呢，點解會搞成咁？一個成功被捧上神壇嘅餐飲謠神話，點解會跌得咁慘烈？今日我哋就嚟同大家由頭到尾深入踩出咁拆解一下呢個現象背後嘅來龍去脈。首先，我哋要將時間線推返去2020年嗰陣時，大家記唔記得嗰個時候，全世界因為疫情嘅關係，突然之間全部封晒關，香港人最中意嘅鄉下日本，突然之間變成咗一個遙不可及嘅地方。以前大家一年飛2、3次東京、大阪、寶海島去食玩拜，突然之間全部閉困喺香港呢個石屎森林入面。大家手頭上原本預留咗買機票、訂酒店、去旅行嘅嗰筆錢，突然之間冇定好使，就變成咗一股極大嘅本地消費力。嗰個時候，大家對日本嘢食嘅渴求真係去到一個近乎病態嘅地步。只要你間村廠有少少和風裝束，有個師傅企喺辦樓後面切客魚生，無論你收得幾貴，大家都肯爭住去俾錢。當時有好多20幾30歲嘅年輕人，因為冇得去旅行，覺得留喺香港都要對自己好啲，要有一種日式感。同時亦都有大批40幾50歲，具備高消費力嘅中產階層，因為平時嘅燃力燒錢少咗，於是乎食一餐極致嘅高級日本料理，就成為咗大家發揮情操同埋展現生活品味嘅出頭。你話下，平時去日本當地食一餐非常高質素嘅壽司，可能都係1000到2000蚊港紙，但係喺嗰幾年嘅香港，閒閒地一位收你2500、3000，甚至乎4、5千蚊，啲食客眼都唔眨就攞張信用卡出嚟埋單。呢個就係當時成個市場陷入瘋狂狀態嘅實照。喺呢種瘋狂嘅需求之下，當時嘅餐飲老闆或者一啲手頭上有資金嘅投資者，見到呢個現狀，心入面一定會懷下呢行真係好發達啊！你試下比較下，開一間傳統嘅港式茶村廠，你要請幾多個伙計？你要有水白師傅，有樓面試用，有廚房炒運佬，仲要有洗碗大子，由朝頭早7點鐘做到夜晚10點鐘，賣一杯通流茶先賺得嗰幾蚊微薄嘅利潤，仲要應付極大嘅客流量同埋極高嘅損耗。但係如果開一間高級廚師發辦嘅日版串通呢，成個3秒模式就完全唔同講法，鋪面根本唔需要大，只要有1000零2000嚟，間個能一因嘅辦拿出嚟，得10個8個座位，一日只需要做2轉生意，無市做1轉，萬市做1轉。假設萬市每個人收3000蚊，10個人坐滿就已經係3萬蚊營業額，1萬輕輕鬆鬆做幾萬蚊生意，已經等於一間普通茶村餐辛辛苦苦做幾日嘅縱橫。而且喺外行人眼中睇起嚟，呢門生意好似好簡單咁，就係擺嚿潤魚生返嚟，用把刀切成一片片，然後捏落嚿飯度，就收人幾百蚊一件。所以當時坊間就流傳住一句非常之經典嘅說話：一把刀，一塊木砧板，就等於一部印。於是乎，無論係本身識做飲食業嘅老行尊，定係完全未做過飲食，只係手頭上有幾百萬閒錢嘅外行投資者，大家都一窩蜂咁將啲資金投入去開日本村冚。2021年同埋2022年嗰2年間，貴價日本村冚真係好似雨後春筍咁，喺香港各區開到成行成市。有啲心急嘅老闆，甚至乎連壽司師傅都未請到，就已經雜粗粗去親死入租定個鋪位，然後先至出超高薪去四圍挖角。因為個市場膨脹得實在太快太急，根本就冇足夠嘅專業人才去支撐呢個龐大嘅產業。真正嘅日本壽司師傅係需要浸淫好多年先可以出山嘅。以前日本飲食界有句老說話，叫做學煮飯都要學3年，學捏壽司又要學8年。意思即係話，一個學徒要積歷過漫長嘅基本功訓練，去到真正可以企喺客人面前獨當一面咁捏壽司，通常都已經係30幾歲甚至稍年後嘅事。
因為你需要時間去累積經驗，去了解每一條魚嘅特性。但係當時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呢？因為太多新鋪頭趕住開張，根本就唔夠師傅用。有啲20歲嘅後生仔，可能18歲入行，喺廚房切咗2-3年魚生，去到21-22歲就已經被啲心急嘅老闆推上賓啊，掛住個大將即係主廚嘅名聲，去主理成間村莊。呢班年青人，佢哋可能連一條大型嘅吞拿魚應該點樣完美解剖，點樣控制溫度去熟成，先至可以帶出最好嘅鮮味都未完全掌握，就橫住頭皮去招呼嗰啲每人俾緊3000蚊一餐嘅尊貴客人。佢哋只要識得着住一套企理嘅白色靴師服，識得喺客人入嚟嘅時候鞠躬，講2句簡單嘅日文寬容詞，然後擺出一個好專注嘅表情去火質化魚生，人工就可以由原本嘅2-3萬跳升到叫價5-6萬，甚至乎7-8萬。呢個絕對係一個因為供求嚴重失衡而導致嘅畸形市場膨脹。當一個行業充斥住大批未夠班嘅從業員，而產品嘅定價又去到天花板咁高嘅時候，質素自然就會出大問題。一開始嘅時候，食客因為好似狗狗藏屍咁，太耐冇得去日品，加上社會上形成咗一種風氣，覺得食呢啲高級料理係一種身份嘅象徵，可以用嚟影相打卡，擺上社交媒體去壓幾百個讚好，所以就算啲嘢食質素麻麻地，啲飯係散嘅，啲魚生切得唔夠利落，大家通常都唔會點出聲，甚至乎會有一種心理暗示，覺得總之收得貴就等住係好嘢。但係隨住時間推移，食客嘅味蕾始終係誠實嘅。當嗰種新鮮感慢慢掛後，大家食得多咗，開始冷靜落嚟比較嘅時候，就會發現一個殘酷嘅真相。點解我俾緊成3000蚊港紙食緊嘅嘢，無論係味道、刀工定係層次、質素，竟然連以前喺日本當地食嗰啲300蚊港紙嘅平民圍轉壽司都不如。有啲鋪頭嘅老闆為咗要喺短期內賺盡每一分每一毫，甚至乎開始喺食飯上面做手腳，用一啲平價嘅急凍海鮮去充當每日空運嘅頂級飛機貨，或者喺服務態度上面大打折扣，師傅黑口黑面，完全冇咗嗰種以客為尊嘅匠人精神。呢啲種種短視嘅旅行，其實已經為今日呢場史無前例嘅執笠潮，深深咁埋下咗一個情而會爆嘅計時炸彈。好啦，時間嚟到2023年，成個大局終於迎嚟咗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疫情終於掛靠，所有防疫措施解除，關口全面重開，香港人就好似放監咁，瘋狂咁買機票飛去日本。而呢個時候仲發生咗一件對香港貴價日本村莊造成毀滅性打擊嘅事，就係日元匯率出現咗歷史性嘅大暴跌，由以前嘅7算一路直插落去6算、5.5算，甚至乎跌到落5.2算、5.3算嘅谷底。呢個匯率數字對於熱愛日本文化嘅香港人嚟講，簡直就係一個無法抗拒嘅致命誘惑。大家試想象下一個畫面，你買張機票飛去東京、大阪或者京都，走入去咁咗一間歷史悠久嘅老字號，有一個60幾歲做咗40年壽司，畢生精力都奉獻俾壽司道嘅真正大師傅，親自為你煮嚟一餐極致嘅料理。你食到嘅係當日清晨喺豐洲市場拍賣返嚟最頂級、最新鮮嘅海產，感受住嗰種無微不至嘅日式款待。而最重要嘅係，當你食完呢餐神仙級嘅美食，埋單計返港紙，可能只係800蚊到1000蚊左右。係800蚊啊，仲要係食緊世界最等級嘅水準。然後你轉過頭望返香港，同一樣嘅菜單，甚至乎十齊，冇咁新鮮，由一個20幾歲手勢未到家嘅後生仔整俾你食，竟然要收你3000蚊。你話只要係一個有正常理智、識得計數嘅蘇福社，仲會唔會願意留喺香港做呢個冤大頭，去食呢啲海味嘅貴價日本嘢？根本就係白膠智生策。所以當通關加埋日元貶值呢兩大因素一齊殺到埋身嘅時候，香港嘅高級日本餐飲市場就即刻出現咗斷崖式嘅客源流失。再加上我哋唔可以忽略成個大環境嘅經濟因素，積歷完掛號幾年嘅社會同埋疫情之吞，其實好多香港人嘅實際收入都濕咗水，或者對未來嘅經濟前景感到非常之憂慮。以前喺股市、樓市逢擺必賺嗰班中產階級，而家都要焗住睇緊個荷包。香港嘅樓市由2021年嘅歷史高位一路回落，好多人嘅資產淨值蒸發咗唔少，而恒生指數亦都反覆向下，跌到得返萬幾點。喺呢種強烈嘅財富縮水效應之下，普羅大眾嘅消費模式出現咗一個非常明顯嘅轉變。內地叫呢個做消費降級，香港人就叫守住使。以前每個月食2次3000蚊嘅大餐覺得係等閒事，而家3000蚊，啲人會為
不如留返起佢，擺張廉航機票，加埋訂2萬酒店，飛轉福岡或者名古屋好過啦。就算平時放假唔飛去日本，週末嘅時候，大家依家都寧願選擇北上深圳雙飛，上面啲餐飲選擇多到數唔晒，而且價錢平撚正，服務態度友好得驚人，地方有發落。你喺香港食一餐貴價日本嘢所花費嘅幾千蚊，喺深圳已經可以好食好玩幾日，食完大餐仲可以去印國英國唱 K， 然後住一晚5星級影酒店。喺非日本同埋上深圳呢兩股強大嘅洪流吸擊之下，香港嘅貴價日本村冚根本就係處於一個腹背受敵、毫無還擊之力嘅絕境。咁可能氹到呢度有啲朋友會問，既然啲客人覺價錢太貴唔抵食，咁啲村創老闆點解唔順應民意，大飛到咁價呢？咁價咪自然有人肯去食咯。如果你咁嘴就大錯特錯啦。喺香港做飲食業，從嚟都唔係你想咁加就可以隨便咁加咁減啲。香港度高昂嘅營運成本，就好似一條粗壯嘅沼索咁，無時無刻緊緊咁勒住每一個村創老闆條緊。第一樣最攞命嘅就係租金，香港嘅鋪租有幾黐線，相信全世界都知。你喺動環關、中環或者尖沙咀租一個1000幾2000嚟嘅地鋪或者樓上鋪，閒閒地每個月都要交幾十萬租金。以前市道好，晚晚爆搶，一晚做幾萬蚊生意，每個月幾十萬租你仲可以輕鬆頂得住，當係交保護費。但係而家一日得嗰2-3主客，有時甚至乎全人食白果，一個月做落嚟嘅生意額，可能連交嗰份租都唔夠。有啲業主仲要態度非常強硬，企硬唔肯減租，因為佢哋覺得一旦減咗租，就會影響個物業喺緊康嘅估值，影響佢哋嘅借貸能力。所以老闆每朝早一拉開大價做生意，其實就等住將一沓沓嘅銀仔直接倒緊落海，嗰種心理壓力真係唔係常人可以頂得順。第二樣令老闆頭痛嘅成本就係人工。頭先我哋都講過，前幾年為咗廠師傅，成個行業將啲從業員嘅人工推到去一個極不合理嘅高位，一個主會閒閒地冇6萬起跳，加埋副售招呼客人嘅專業樓面，仲有洗碗大姐，每個月嘅人工開支情誼要成20幾30萬。而家生意差咗咁多，你想裁員或者要求員工咁薪共度時艱，好難。因為啲師傅如果覺得你間鋪頭度唔掂，情誼就會跳槽去第二間仲頂得住嘅村冚，或者索性自己轉行做其他嘢。而且香港一直都未對住嚴重嘅飲食業人手短缺問題，因為請唔到人，好多時候啲老闆自己都要落手落腳去做埋一份，由早做到晚，做到5勞7傷，結果換嚟嘅只係個月尾嘅赤字。第三樣致命傷，亦都係貴價日版村千專轉速嘅痛點，就係極度高昂嘅食材成本。既然你標榜自己係高級日版料理，你最講究嘅就一定係食材嘅新鮮度同埋稀有度，所有主要海產都必須要係飛機化，每日由日本豐洲市場或者其他活港直接空運到香港。呢啲能量運輸成本、保鮮成本本身已經極之高昂，再加上之前因為日本排放核廢水嘅事件，香港政府實施咗禁令，禁止咗日本10個都檢嘅水沉金進口。呢個禁令對於貴價日版村項嚟講，簡直就係雪上加霜中嘅雪上加霜。有好多平時用開嘅頂級海產，例如某啲特定產地出產嘅極品海膽、肥美嘅吞拿魚，或者特定嘅拜柏類海產，突然之間完全入唔到貨。你要喺市場上出替代品，質素同埋味道一定有所偏差。你要同個食客間接點解今日冇呢隻海膽，個客又會覺得我俾緊咁貴嘅錢，你竟然俾啲次一等嘅食材，我覺得你貨不對版。喺整體食材成本大幅度上升，但係客源有大幅度減少嘅惡劣情況下，村莊嘅利潤空間已經被無限壓縮，甚至乎喺賣一件是一件。回顧香港人做生意，甚至乎係日常嘅消費習慣，不嬲都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特點，就係極度中意一窩蜂去跟風。大家回想下，當年普國啱啱興起，成條街都係賣普國嘅鋪頭，點知半年熱潮一退，全部執笠。之後到珍珠奶茶紅極一時，成個旺角每一條街都有幾間台式飲品店。去到前幾年去絲發辦紅到發紫，就個個老闆都撲去開高級日本村鄉。呢種盲目嘅羊群心理，的確係可以喺極短時間內造就出一個短暫嘅市場繁榮假象，但係同時亦都注定咗當泡沫爆破嗰一刻，場面會係可等嘅慘烈。當大家見到某個行業有大錢賺，就完全唔理37-20日，唔去認真考慮市場嘅飽和度究竟去到邊度，亦都唔去客觀評估自己到底有冇核心總爭力，就盲目咁將幾百萬甚至過千萬嘅資金投入去一個自己根本就唔熟悉嘅專業領域。好多開日本村行嘅投資者老闆，可能連日本4大種個地圖點畫都未搞得清楚，
連最基本嘅本膽同埋橫吞吞內語有乜分別都分唔清，就學人喺度大談特談乜叫日本匠人精神。呢種純粹只係為咗賺快錢、吉就彩嘅急功近利心態，喺經濟環境盡風盡水、市場大潮洶湧湧起嘅時候，Depop 係可以掩蓋到好多經濟上同埋質素上嘅問題。但係正海為潮水退去，先知邊個冇着屁游水。當經濟逆轉，熱潮冷燥，呢啲冇實質內涵之章嘅穿坑，真係一目了然，全部現晒形，死得一乾二淨。其實我哋將個畫面再拉闊少少嚟睇，今次呢場震驚妖界嘅貴價日本餐執辣潮，絕對唔係一個孤立嘅事件，佢只係香港整個餐飲業，甚至乎係整體零售業踏入寒冬嘅其中一個縮影。自帶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變緊，普羅大眾嘅消費模式亦都直嚟緊一場深刻嘅變革。面互聯網同埋社交媒體嘅普及，令到視創中心被打情緒化有感極度透明。以前喺10幾20年前，你開一間春湯，只要裝修得金碧輝煌，包裝得夠癮，對外吹水吹得夠大，再花少少錢請幾個飲食專欄作家或者 KOL 寫2篇菜食評，就好容易可以呃到大批客人你落得。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客人行入去你間鋪頭之前，已經會喺小紅書、Instagram、OpenRice 或者 Google Map 上面查得清清楚楚，所有真摯嘅食客評價、中伏即力，全部都無所遁形。你收得人3000蚊一餐，客人對你嘅要求自然會以幾何級數上升。只要你師傅手勢差少少，有一件壽司個飯係痛嘅、散嘅，或者有一塊魚生切得唔夠韌，服務員面黑咗半秒，第二日你間鋪頭就會俾人放上網公審，圖文並茂咁唱衰你。喺咁高嘅中心透明度同埋網立甩之下，村昌已經冇可能再靠包裝同埋擔擔去生存，只能夠腳踏實地，靠真正嘅實力、無可挑剔嘅質素同埋服務去留住客人。講咗咁耐，咁未來嘅香港餐飲業，尤其係高級日本料理呢個板塊，到底仲可以點樣走落去？呢啲貴價一班嘢，係咪真係從此完全死晒？用不超生喺香港嘅李斯佬條生消失，任何一個自由市場，始終都有一個大浪淘沙，太作劉強嘅自我修正過程。今次呢場史無前例嘅執笠潮，雖然果丁非常痛苦，但係其實係洗走咗嗰啲喺市場入面渾水摸魚、質素千差不齊、一心只係想借住熱潮賺快錢嘅劣質店鋪。當呢啲好好嘅鋪幕被陳浩嘅閃吉完全解走之後，能夠喺風暴中挨得住，留低落嚟嘅，一定係嗰啲真正有心做飲食大師傅手藝紮實功底深厚，對待每一個客人都無比真誠，而且定價同質素相符，即係性價比合理嘅優質店鋪。呢啲優質店鋪喺淘汰咗大批競爭對手之後，反而可以迎嚟一個更加廣泛、更加健康嘅長遠發展空間。其實做飲食業，無論時代點樣變，從來都唔係乜高不可攀嘅高科技行業，亦都絕對冇任何隻徑可以俾你走。講到最尾，萬變不離其宗就係4個字：用心經營。點樣為之用心？就係將每一次擺貨都睇得緊要，將每一位菜都煮到最好，將每一個客人都當成朋友咁去招待，要對得住客人辛辛苦苦賺翻嚟，肯俾你賺嘅每一分每一毫。對於廣大嘅消費者嚟講，今次嘅市場大洗牌，主動係一件值得高興嘅好事。心大踩，因為剩低落嚟嘅村行老闆同埋大廚，直嚟過呢次生死存亡嘅考驗，佢哋會好清楚咁知道，如果自己唔再努力做好出品嘅質素，唔去嚴格控制好評價嘅好力性，唔去大幅執行服務嘅水平，下一個拉級執笠嘅就會係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條。為咗生存落去，佢哋一定會更加用心去經營，更加尊重食客嘅意見。而對於嗰啲心越想入行或者準備在陶師餐飲業嘅老闆嚟講，呢次成萬間春床倒閉嘅慘痛交換，亦都係一個價值連城嘅極大警醒。佢清清楚楚咁話俾大家知，餐飲業從嚟都唔係一個可以俾你輕輕鬆鬆滾快錢嘅遊樂場，佢係一門需要無比嘅熱情、深厚嘅專業知識、極強嘅抗壓能力同埋長遠戰略眼光嘅艱苦行業。所以下次當大家放假再行過街頭，偶然見到嗰啲賴低咗鐵架門口黐住幾張殘舊嘅招租紙，以前成功風光一時嘅貴價日本村行嘅時候，我哋除咗可以輕讚一聲覺得有少少西西之外，其實我哋更加應該睇到喺呢一片開始荒涼嘅瓦礫之中，其實正在目穿越緊一個更加健康、更加成熟、更加注重食物同服務本質嘅餐飲新時代。時代嘅巨輪係永遠都唔會因為任何人嘅失敗而停低嘅。俗語有云：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飲食業嘅神話
無論經歷幾多次嘅高低起伏，遠遠都會以唔同嘅形式、唔同嘅面貌繼續使落去。只要呢個世界上一日仲有人需要食飯，呢個龐大嘅市場就一日都會繼續存在。而家唯一留低嘅問題只係，當下一個浪潮再打埋嚟嘅時候，能夠企喺風口浪尖，成為下一個神話主角嘅，到底會係乜人？會係咩創新嘅菜系，或者應徵模式？呢一切我哋就拭目以待，睇下時間會俾一個咩答案我哋啦。